咁12題咧就問大家有咩措施可以減少地震入面嘅傷亡人數啦。咁3個選項嘅啫。好啦，第一個就係能夠抵禦地震嘅建築啦。咁其實咧，如果一個建築咧設計嗰陣時咧已經係預示到有地震嘅發生，可以改良嘅話咧，咁佢倒塌嘅風險咧就會降低好多噶啦。當佢冇咁容易倒塌嘅時候咧，咁住喺入面嘅人或者喺入面工作嘅人咧，都有較大嘅機會可以生存到，又或者唔會遭受呢個傷亡嘅。咁所以一咧就係啱嘅。第二個選項啦，裝備良好嘅救援隊啊，咁大家都知啦。冧完樓之後咧，係需要救援團隊咧，要有生命探測儀啦，要有設備可以搬開啲瓦礫啦，去救人嘅。當一支救援隊裝備良好嘅時候咧，佢就可以救人救得快啦，而且都有更加大嘅機會揾到生還者嘅。咁所以2都係啱嘅啦。3啦，地震演習啦。其實例如日本咧，呢一啲成日遭受地震嘅國家咧，都會定期搞地震演習嘅目的咧，就係當警報一響嘅時候咧，啲人咧可以及時逃生。咁有地震演習咧，啲人嘅逃生技巧咧都特別高嘅。咁所以咧3都啱嘅啦。1、2、3都係啱嘅情況下，個答案就係 D for dog 啦。